德隆市有家长指控讲，这因读4年的后生在上体育课的时阵，这体育老师用球甲囡仔击，而且击到头壳，那害伊受伤，搁在脑震荡，也批评学校拢无要无紧。不过学校强调讲，经过调查，有甲这老师记过处分，而且无要继续聘请咯。原来教育团体是认为讲，这是开设着体罚和虐待，伊也认为讲，这款闪避球有人叫做是肉球的运动，无适合摕来上体育课。 囡仔多边的喙皮出现大面积的乌青，有家长出面指控讲，伊读台中市太平区一间国小4年的囝，6月上体育课的时阵，互体育老师摕闪避球直接牵伊的身体，佮叫伊袂当闪，害伊红牵着头，病院诊断有脆伤含脑震荡，其他有几个学生嘛有同款的状况，甲学校投诉真侪摆，学校拢消极处理。被老师用独立球 K， 我就这一点就冲到了直觉。 那小朋友很害怕，他甚至在半夜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都很不安稳。那时候休息大概1个礼拜之后去学校，老师就说他在保健室，因为他头又开始晕了。学校和教育局讲，这个体育老师是代理老师，伫6月收到家长的举报了后，7月初就成立调查小组，8月底调查结果出来，认定这个老师教学措施失当，记过处分，而且未搁续聘。经过我们的考核委员会。 根据调查的内容里面，有部分可能适当的行为，我们有跟他做惩处，立即督导学校进行调查，证明体育老师是代理教师，学校调查作出惩处，已不再续聘。教育局重申不容许任何形式的体罚或不当对待学生之行为。教育课敢应该取消闪避球的课程？最近几年嘛引起讨论。日本教育基金会认为讲，红叫做讲肉球的闪避球是一项有攻击性的暴力游戏，无应该红看作是球类的运动。教育单位应该定心思。我非常反对躲避球，它的目标是人，他用球打人，它是一个非常暴力的游戏，不是一个运动啊。日本呼吁讲，这个体育老师的举动已经明显涉及体罚和苦毒囡仔，台中市政府应该搁再介入调查和了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